各位投資者，喺急速發展嘅全球電商浪潮中，有一隻美股正發出極具潛力嘅信號，佢就係 Remitly。佢嘅營收增長率高達25%，盈利增長率更係驚人嘅309%。呢個數字金融巨頭加上佢喺國際匯款嘅核心地位，係咪預示住 Remitly 將會係你尋找嘅下一隻電商隱藏金礦？今日，我哋一齊揭示佢喺數字化全球貿易嘅真正潛力。首先，我哋嚟認識下 Remitly。佢係一間領先嘅數字金融服務公司，專注於國際匯款。試諗下，全世界嘅錢點樣跨境流動？ Remitly 就係其中一個關鍵橋樑。尤其係喺電子商務日益普及嘅今日，佢嘅服務連接咗無數嘅個人同家庭，令全球交易變得更簡單、更安全。佢大部分收入都嚟自交易費用，佔咗80%咁多，證明咗佢商業模式嘅穩健。講到增長， Remitly 展現咗唔錯嘅潛力。佢嘅營收複合年增長率高達29%，毛利複合年增長率更係達到36%。呢啲數字清楚顯示，公司嘅業務規模同盈利能力都喺快速擴張，喺競爭激烈嘅數字匯款市場中脫穎而出，為佢嘅未來發展奠定咗堅實基礎。喺財務健康方面， Remitly 都保持住良好嘅流動性，佢嘅速動比率達到2.73，意味住佢有充足嘅短期資產應對債務。另外，近期美元指數表現疲軟，全年下跌9.6%。呢對於 Remitly 呢類主要進行國際業務嘅公司嚟講，反而是個好消息，因為美元走弱，有助於提升佢嘅海外盈利表現。雖然公司目前仲未完全盈利，但我哋見到好多積極嘅改善信號。佢嘅 EBITDA 利潤率正從負16.06%大幅改善到負0.0071%。同樣，每股收益亦從負0.68改善到負0.19。呢啲趨勢表明，公司嘅經營效率正持續提升，距離盈利目標越來越近，顯示出良好嘅發展勢頭。然而，投資者都需要留意一啲潛在風險，例如 Remitly 嘅市盈率高達152.67倍，相對於同業嚟講偏高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佢嘅實際年化回報係負6%，遠遠低於預期嘅18%。呢顯示出公司嘅股價表現暫時未能達到市場對佢嘅期待，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嚟證明佢嘅價值。另一個需要警惕嘅地方係公司嘅自由現金流，佢同淨利潤嘅比率竟然係負4.78，意味住公司並無從業務活動中產生足夠嘅現金。再加上佢嘅資產回報率、股本回報率同總資本回報率都持續錄得負數，呢啲都提醒我哋，儘管營收增長，但公司喺將收入轉化為實際利潤同現金方面，仍面臨挑戰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